在地经营美颜、美体、美肤来体贴女性的 SPA 品牌业者，除了从事美的事业，更诉求为新时代女性打造专业保养服务，所以产品就相对重要。他们选择和台东小农契作，100%采用天然香草来研发精油，取代香精防腐剂的过程，虽然得付出高成本，但对环境友善、对土地无负担的坚持，已经成功做出市场区隔。而在12周年庆之际，业者也盛大发表5款气味精油新品，强调每一款香气都承载的自然能量和情感。也跟我们台东的30几块的这个契作小农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打造这个别人说的就是有机生活，那我们称之为无毒的生活这样子。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气味，然后去让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或是在我们的这个 SPA 的这个疗程室里面，都可以透过这些香氛去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纯净香氛的产品，除了服务会员，也希望进入每个人生活，甚至营造大厅、各种展览场专属的背景气味。气味呢，就是未来会打造在像是一般的豪宅，或者是像那个招待所之类的。那我有发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呢，都少了一些背景气味。那这一方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那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带动所谓的这种自然农法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更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香氛精油不止疗愈，更在商品导入天然香料草之后，提升7成8的经济效益，和小农和土地永续共好，共创多赢。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